如果俾你揀，你覺得世界上最痛苦嘅事係咩？係斷骨嘅劇痛，定係心碎嘅折磨？如果我同你講喺幾百年前嘅日本，有一班古人專門將痛覺研磨到極致，設計出一系列專門針對人體最脆弱器官嘅酷刑，甚至有啲方法會令受刑者喺長達幾日幾夜嘅時間入面，清醒咁感受自己嘅器官一步一步壞死。你又想象唔想象得到嗰種絕望？大家平時睇日本動漫或者時代劇，可能覺得古代日本嘅武士道精神好有型，忍者好神秘。但如果你真正穿越返去江戶時代或者戰國時代，你就會發覺嗰度根本就係一座由血肉同呻吟聲堆砌出嚟嘅人間煉獄。古人嘅變態同殘忍程度，絕對會徹底顛覆你嘅認知。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日本歷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嘅10大酷刑。其中排喺第一位嗰種專門揀人體最敏銳、最敏感嘅器官落手，就算係意志最堅定嘅硬漢，都完全頂唔順。睇到最後，你一定會倒吸一口涼氣。喺講呢啲酷刑之前，我哋先要了解一下當時嘅歷史背景。喺日本嘅戰國時代到江戶時代，即係大約1600年左右，德川家康建立了德川幕府，為了鞏固統治同埋維持社會秩序，頒布咗一套非常嚴苛嘅法律制度，叫做公事坊預定書。當時嘅執法者認為，要徹底禁止犯罪，單靠殺頭係遠遠唔夠嘅，必須要用極度殘忍嘅肉體折磨，達到殺一儆百嘅效果。而且嗰個時代嘅日本仲面對住西方天主教嘅傳入，幕府極度害怕宗教勢力會威脅到自己嘅政權，所以喺對待異端同極惡罪犯嘅時候，手段可以話係無所不用其極。我哋先由第10位嘅酷刑講起，呢種刑罰叫做刺青同埋切指。你可能會問，刺青喺現代唔係一種潮流或者藝術咩？點解會係酷刑？大家唔好搞錯，古代嘅刺青同現代嘅紋身完全係兩回事。喺1700年左右嘅江戶時代，刺青係一種極具侮辱性嘅肉體刑罰，專門用嚟懲罰嗰啲偷竊或者犯咗輕罪嘅人。官府會用粗糙嘅針頭將墨汁深刺入受刑者嘅額頭或者面頰上面，例如喺江戶，犯一次罪會喺額頭刺一條橫線，犯第二次罪再刺一條，犯第3次罪就會刺成一個犬字，即係狗嘅意思。想象一下，喺一個極度講求集體榮譽同個人尊嚴嘅日本社會，你額頭上面印住一個狗字，周圍嘅鄉親父老、街坊鄰里一眼就睇得出你係罪犯。受刑者一生都要背負呢個恥辱，求職無門，甚至連屋企人都會同你斷絕關係。更殘忍嘅係，當時嘅刺青工具根本冇消毒，刺青過程痛入骨髓。唔講，好多人仲會因為傷口嚴重感染、發炎、發高燒而直接死返去。至於切指，就係直接用利刃將受刑者嘅手指關節一節一節咁砍斷。大家知道人體嘅手掌心同手指頭密佈住極其豐富嘅神經末梢，所謂連心十指痛。當利刀切開骨肉嘅那一刻，嗰種劇痛會直接衝擊中樞神經，令受刑者當場痛到抽搐昏厥。如果話第10位係心靈同肉體嘅雙重凌遲，但排喺第9位嘅酷刑就係將肉體嘅撕裂感推向極致。呢種刑罰叫做牛裂。呢種酷刑同中國古代嘅車裂非常相似，但係日本嘅牛裂更加充滿咗一種原始嘅蠻荒殘忍。執行嘅時候，官府會拉嚟2頭甚至4頭強壯嘅野牛，受刑者嘅雙腳或者四肢會被用粗厚嘅麻繩緊緊綁住，繩嘅另一端就套喺野牛嘅身上。隨住執法官一聲令下，官兵會用火把或者尖銳嘅鐵棒刺向野牛嘅屁股，野牛受到驚嚇同劇痛之後，會發狂咁向住相反嘅方向暴奔。喺嗰一瞬間，受刑者嘅四肢關節會被拉扯到極限，甚至可以聽到骨頭從關節腔入面硬生生脫臼嘅咔嚓聲。緊接住，肌肉、韌帶同血管會被強行拉斷，最終整個人被硬生生撕裂成幾塊，鮮血同內臟灑落滿地。最可怕嘅係，野牛奔跑嘅力量如果唔夠均勻，受刑者唔會立刻死亡，而係會在肢體被拉扯到變形、半撕裂嘅極度痛苦狀態下，哀嚎足足10幾分鐘，先會因為失血過多而氣絕。隨住時間演變，古人發現肉體嘅直接撕裂雖然震撼，但死亡時間太快，未能夠達到最長時間嘅折磨效果，於是就衍生出咗排喺第8位嘅酷刑鼻削同耳削，即係割鼻同割耳。大家知道，人體嘅五官係最直觀嘅器官，亦係最脆弱、神經最密集嘅位置之一。喺日本嘅戰國時代，好似豐臣秀吉喺1590年左右發動嘅文祿慶長之役入面，割鼻同割耳甚至被用嚟做記功嘅統計工具。但喺國內作為刑罰嘅時候，呢種刑罰專門用嚟懲罰女性罪犯或者叛徒。
執行者會用一把鈍刀，甚至係生鏽嘅鐵匙，慢慢咁將受刑者嘅鼻子同雙耳從面部硬生生割落嚟。因為面部嘅血管極其豐富，割去鼻耳嘅過程會伴隨住大量嘅出血。受刑者唔單止要承受劇烈嘅疼痛，仲要眼睜睜睇住自己嘅五官被丟喺地下。即使幸存落嚟，受刑者亦會因為失去鼻子同耳朵、呼吸道同耳道，直接暴露喺空氣入面，造成終身嘅嚴重感染同聽力、嗅覺喪失。喺嗰個冇抗生素嘅年代，失去五官嘅人往往喺幾個月入面，因為傷口腐爛發臭，喺極度痛苦同恥辱入面慢慢死去。如果你以為呢啲已經算係殘忍，但你就太低估古人嘅智慧啦。排喺第7位嘅酷刑，開始將自然界嘅元素融入去折磨人體。呢種刑罰叫做水蛭，即係水刑嘅極致演變。水本來係生命之源，但在古代日本執法者嘅手中卻變成了最可怕嘅兇器。水蛭有多種形式，其中最臭名昭著嘅就係針對1630年左右 Shimabara 之亂、島原之亂期間，天主教徒嘅雲仙地獄水蛭。喺日本長崎嘅雲仙溫泉有好多噴發住硫磺、毒氣同沸騰泉水嘅地獄谷。官府會將被捕嘅信徒用繩索綁住，然後用木桶舀起高達攝氏90幾度、含有濃烈硫磺酸性嘅沸騰泉水，一桶一桶咁慢慢澆喺受刑者嘅裸露皮膚上面。沸水接觸皮膚嘅那一刻，皮膚會瞬間起泡、潰爛、脫落，露出裏面鮮紅嘅肌肉組織。更變態嘅係，執法者唔會一次過將人燙死，而係燙完一桶之後，等受刑者嘅傷口冷卻發炎，第二天再繼續澆燙。有一啲受刑者喺呢種折磨下，足足堅持咗10幾日，身上嘅肌肉已經完全被燙熟、發臭，甚至可以看到裏面白生生嘅骨頭。嗰種漫長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嘅絕望，簡直令人毛骨悚然。跟住要介紹嘅第6位酷刑叫做穿刺，即係穿刺刑。呢種刑罰喺戰國時代嘅武將之間非常流行，專門用嚟處決捕捉到嘅敵方奸細或者從犯。執法者會準備一根削得非常尖銳、經過火烤硬化嘅長木棍或者竹竿，受刑者會被剝光衣服，雙手雙腳被牢牢固定。執法者會將尖銳嘅木棍從受刑者嘅肛門或者下體慢慢插入去，然後用木錘喺底部一下一下咁敲打，令木棍順住體內嘅器官縫隙慢慢向上推進。喺呢個過程入面，木棍會刺穿受刑者嘅直腸、小腸、胃部，甚至貫穿肺部同心臟，最後從嘴巴或者肩膀穿出嚟。最令人不寒而慄嘅係，如果執法者嘅技術精湛，木棍喺推進嘅過程入面避開咗心臟同大血管，受刑者係唔會立刻死亡嘅。受刑者會被連人帶棍豎立喺荒野之上，身體嘅重量會令佢喺重力作用下慢慢向下沉，木棍就會喺體內進一步刺穿更多嘅器官。好多受刑者喺烈日暴曬之下，要承受體內器官被慢慢穿刺嘅劇痛、哀嚎，長達2至3日，先會因為內出血同嚴重休克而死去。講到呢度，大家可能已經覺得胃部有啲不適，但係更令人髮指嘅酷刑仲喺後面。排喺第5位嘅酷刑叫做火墜，亦即係火刑。但在日本嘅江戶時代，火墜被細分為好幾種更加變態嘅形式，其中最著名嘅就係 Soko。喺1600幾年嘅日本，百姓喺雨天會穿着一種用乾草編織嘅雨衣，叫做蓑衣。官府喺執行 Soko 嘅時候，會將犯人全身捆滿呢種乾草編織嘅蓑衣，然後將犯人嘅雙手緊緊綁喺背後，再喺蓑衣上面淋上易燃嘅油。當火把點燃蓑衣嘅那一刻，火焰會迅速包裹受刑者嘅全身。因為手腳被綁住，受刑者無法撲滅火焰，只能喺極度的劇痛入面瘋狂咁跳躍、扭曲、掙扎，場面睇落去就似係一隻喺火焰入面跳舞嘅怪獸，所以先會有蓑，即係蓑衣之舞呢個咁諷刺而殘忍嘅名字。受刑者嘅皮膚會喺幾秒鐘內被燒焦，發出刺鼻嘅焦肉味。呼吸道亦會因為吸入高溫嘅火焰同濃煙而被嚴重灼傷，最終喺無比嘅痛苦入面窒息同被燒成焦炭。如果話火刑係瞬間嘅劇痛，但排喺第4位嘅酷刑就係將痛苦嘅時間拉長到極限。呢種酷刑叫做鋸手，即係用鋸仔鋸頭。呢種刑罰喺江戶時代被認為係最具有侮辱性同最殘忍嘅處決方式之一，專門用嚟懲罰殺害主人或者父母嘅極惡罪犯。受刑者會被埋喺地下，只露出一個頭部，而喺受刑者嘅頭部旁邊，官府會放置一把用竹編製嘅鋸仔同埋一把金屬鋸仔。路過嘅每一個行人，無論係達官貴人定係平民百姓，都有權利或者被強制要求拿起鋸仔喺受刑者嘅頸上面鋸一下。
大家想象一下，用一把鈍到極點嘅竹，鋸喺人類最脆弱、神經同血管最密集嘅頸部，慢慢摩擦，嗰種感覺唔係切開，而係磨爛。受刑者嘅頸部會一點一點咁被磨出鮮血，肌肉纖維被一條一條咁鋸斷。因為竹鋸非常鈍，往往要經過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嘅鋸割，受刑者嘅頸部先會被切開，深可見骨嘅傷口。整個過程可以持續長達2至3日，受刑者要眼睜睜睇住路人拿着鋸仔走向自己，清醒咁感受自己嘅頸部被一點一點鋸開，嗰種精神上嘅崩潰同肉體上嘅劇痛，絕對係常人無法想象嘅。落到前3位，每一個酷刑都已經超越咗人類對痛苦理解嘅極限。排喺第3位嘅酷刑，相信好多中意日本歷史嘅朋友都聽過，呢種刑罰叫做苦魚，即係活生生煮熟。呢種酷刑最著名嘅受刑者就係日本戰國時代大名鼎鼎嘅義賊石川五右衛門。喺1594年，石川五右衛門因為潛入伏見城企圖刺殺豐臣秀吉失敗而被捕。豐臣秀吉大怒之下，下令喺京都嘅鴨川河灘上面擺設咗一口巨大嘅鐵鍋，鐵鍋入面裝滿咗油或者水，下面堆滿咗柴火。石川五右衛門同佢年僅幾歲嘅幼子被一同放入咗呢口大鍋入面，隨住柴火被點燃，鍋入面嘅油溫慢慢升高。大家知道人體嘅皮膚對溫度極度敏感，當油溫達到50度、60度、70度嘅時候，受刑者嘅雙腳已經開始被燙熟、潰爛。隨住油溫達到沸點，受刑者嘅全身皮膚會瞬間被煮到脫落，體內嘅水分會迅速沸騰蒸發。據史料記載，當時石川五右衛門為了救自己嘅兒子，喺沸油入面用雙手將兒子高高舉起，直到自己嘅下半身完全被煮熟腐爛，最後實在頂唔順，才將兒子一同沉入沸油入面死亡。呢種將人像食物一樣慢慢煮熟嘅過程，其殘忍程度簡直令人髮指。排喺第2位嘅酷刑，可以話係日本歷史上最精密、最具有心理折磨性質嘅酷刑——切腹同埋戒錯嘅變態演變，以及針對基督徒嘅水煮同穴吊。呢度特別要講嘅係專門針對人體內臟器官嘅切腹。好多人以為切腹係一種崇高嘅武士道精神，但如果你了解切腹嘅真實過程，你就會知道咧，根本就係一種自殘式嘅極致酷刑。切腹者需要用一把短刀直接刺入自己嘅左下腹，然後橫向拉開到右腹，再將刀刃向上切開，形成一個十字形嘅傷口。人體嘅腹部密佈住大量嘅神經同內臟器官，當刀刃切開腹壁嘅那一刻，受刑者會感受到腸臟從傷口滑落出嚟嘅劇烈空洞感同劇痛。因為腹部嘅大血管唔會立刻致命，如果冇人在旁邊進行戒錯，即係冚頭，切腹者需要承受長達幾個小時嘅內臟大出血同劇痛先會死亡。而在江戶時代後期，好多被強制執行切腹嘅罪犯，根本就係喺極度恐懼入面被強行押上場，被逼睇住自己嘅肚子被劃開，腸臟流滿一地。那種對人體內臟器官嘅直接破壞同精神折磨，絕對係人間悲劇。終於，我哋嚟到咗排喺第1位，亦係公認日本史上最恐怖、最變態嘅酷刑——穴吊。呢種酷刑專門揀人體最脆弱、最敏銳嘅器官落手，其殘忍程度，連當時嘅西方傳教士睇到都驚呼呢係只有魔鬼先設計得出嚟嘅刑罰。穴吊呢種酷刑係喺1630年左右，德川幕府為了徹底消滅日本國內嘅天主教徒而專門發明嘅。執法者會喺地上挖出一個深達2米左右嘅深坑，深坑嘅底部往往會堆放住大量嘅人糞、垃圾同腐爛嘅動物屍體，發出刺鼻嘅惡臭同產生大量嘅毒氣。受刑者會被用粗繩緊緊捆綁住全身，特別係雙手雙腳會被牢牢束縛，然後執法者會將受刑者以倒掛金鈎嘅姿勢，頭下腳上咁懸掛喺這個深坑入面，整個人嘅頭部會剛好深入到坑口以下。大家可能會問，倒掛金鈎雖然難受，但點解會被稱為最恐怖嘅酷刑？答案就係於執法者對人體生理學同器官脆弱性嘅極致利用。當一個人被長時間倒掛嘅時候，全身嘅血液會喺重力嘅作用下迅速向頭部充血。大家知道，人體嘅頭部集中咗全身最脆弱、最精密嘅器官，大腦、眼睛、耳朵同鼻腔。隨住血液大量湧入頭部，受刑者嘅腦血管會承受極大的壓力，頭部會感覺到像要炸裂一樣嘅劇烈脹痛。
雙眼嘅眼球會因為眼壓過高而嚴重充血，甚至會直接從眼眶入面突出來。耳膜會因為血壓嘅衝擊而劇烈疼痛，產生 deafening 嘅耳鳴聲，甚至直接破裂出血。鼻腔黏膜亦會因為充血而持續出血。但呢個仲唔係最變態嘅地方。執法者知道，如果單純倒掛，受刑者很快就會因為腦溢血或者休克而死亡，但樣就達唔到折磨同逼供嘅效果。於是古人發明咗一個極其殘忍嘅細節。佢哋會喺受刑者嘅太陽穴或者額頭兩側，用精細嘅小刀切開幾道極深嘅傷口。呢幾道傷口嘅作用係為咗讓頭部過度積聚嘅血液順住傷口一滴一滴咁滴落去。但樣一嚟，受刑者嘅頭部血壓就可以得到一定嘅緩解，避免咗因為腦溢血而迅速死亡。執法者透過這種精確控制出血量嘅方式，硬生生將受刑者嘅生命延長。喺呢種狀態下，受刑者要承受幾重打擊。第一，佢哋嘅大腦同五官器官時刻處於極度充血同缺氧嘅邊緣，每一秒鐘都像有幾千隻螞蟻喺腦入面咬食。第二，佢哋嘅頭部懸掛喺充滿惡臭同毒氣嘅糞坑入面，每一次呼吸都會吸入刺鼻嘅腐臭味，甚至會有蠅蟲喺佢哋嘅傷口同五官上面爬行。第三，亦係最可怕嘅一點，因為出血量被嚴格控制，受刑者嘅意識會保持喺一種半清醒、半昏迷嘅極度痛苦狀態入面。佢哋會清醒咁感受住血液從自己太陽穴嘅傷口一滴一滴一滴咁滴落喺糞坑入面嘅聲音，那種滴答聲喺黑暗而封閉嘅深坑入面被無限放大，成為咗催命嘅鐘聲。好多受刑者喺呢種穴吊嘅折磨下，可以堅持長達3日、4日甚至1星期。喺呢幾天幾夜嘅時間入面，佢哋嘅眼睛會因為充血失明，耳朵會流血失聰，大腦會因為長期倒掛而產生極度恐怖嘅幻覺。佢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唯一能做嘅就係喺無盡嘅黑暗同劇痛入面，等待住體內最後一滴血流乾，或者心臟徹底衰竭。據歷史記載，當時有好多傳教士同日本信徒喺經歷咗數十個小時嘅穴吊之後，精神徹底崩潰，最終選擇咗放棄信仰。甚至有一位叫做 Cristóvão Ferreira 嘅葡萄牙高級傳教士，喺被穴吊咗整整5日5夜之後，實在頂唔順這種超越人類極限嘅器官折磨，最終選擇咗屈服同棄教。呢個真實嘅歷史事件，後來仲被改編成咗著名嘅電影《沉默》。睇完呢日本歷史上嘅10大酷刑，大家係咪覺得心驚肉跳？從對肉體嘅直接撕裂，到對五官、內臟同大腦器官嘅精密折磨，古人喺設計呢啲酷刑嘅時候，所展現出嚟嘅冷酷同變態，真係令人不寒而慄。呢啲酷刑唔單止係對肉體嘅摧殘，更是對人類尊嚴同精神世界嘅徹底粉碎。好喺隨住人類文明嘅進步，呢啲殘忍至極嘅刑罰已經永遠成為咗歷史嘅塵埃。當我哋生活喺和平而文明嘅現代社會，回看呢段血腥嘅歷史，除了感受震撼之外，或許更應該慶幸我哋不必生活喺那個黑暗而殘酷嘅時代。